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0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首先来关心，伫咧人民车顶面有一个定定咧批评农业政策的卖种野，这个版主林如虹家己假造受到恐吓，引起正大的风波。昨人已经对国外回来啊，随互人带去侦讯。检方依照涉嫌恐吓、伪造文书甲诬告等等的罪名甲刑压，即马法院嘛已经裁定受压禁见。当初为什么想要自导自演？FB 的农业粉砖林北校友的版主林如虹，真情讲互人恐吓威胁，不过检警调查了发现，可能是自导自演，以表就是出国，到初7透早才返来台湾，一落飞机就和检警带回侦讯。这一块一样涉及侦查内容，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多做评价。林如虹伫咧代志别康进前就出国，民进党中央党部初7开记者会。即期国民党有网军竞争伫咧桃园市政府，才互林如虹自桃园的国门离境。张先生讲，民营一直咧模糊焦点。太有想象力，而且我觉得他们在模糊焦点。现在不管是这个莱猪或是鸡蛋，完全荒腔走板。他们在民进党政府不去面对，反而在这边瞎猜测，觉得说我们这边有网军，太离谱。林如虹初7下昼被移送桃园地检署。检方伫咧复审了，以涉嫌恐吓、伪造文书、诬告等罪名，向法院申请羁押。法院伫今仔透早1点外裁定羁押，并且禁止接见通讯。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仔查到有进口猪肉偷揽到美国的猪肉，所无老实来漂失。台北市卫生局嘛有查到5间业者违规依法来甲因开发。市长周万安嘛下令讲，得爱启动稽查专案，逐个月要查300件。天门游来门口搭着暂停营业的广告，美国的进口猪肉生产地争议引起食安的议论。台北市初暗时公布稽查的结果，虽然无发现违规批出的产品，却是意外了到5间业者猪肉原产地表示违规，包含有名的连锁餐饮雕比馆、三国茅庐，也有三妈臭臭锅拢是。早起人客要去食，甚至店拢无开。开了很久了，很早以前就来吃它了。对，我吃它猪肉有一点点腥味，因为台湾猪的猪肉是没有腥味的。我不会去用，因为它不实在，而且它要给消费者一个交代。我其实没有很不喜欢美猪，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今天是美猪，它应该要标示清楚，这个很重要。我觉得选择什么吃什么是消费者的权利。民众无奈讲，产地标示可验点头良心，消费者实在是无倒来查证。台北市卫生局是讲，即摆稽查查出1间业者无标示猪肉原料的原产地，也有4间业者猪肉原产地标示不实。也若是即个业者无标示猪肉原料原产地，会使罚3万到300万块；也若是猪肉原产地标示不实，会使处4万到400万块罚款。我们查的结果是有5家它是不符合的。那有4家的话，它的这个原产地是美国，那它现场就是标这个加拿大或西班牙、台湾，那或是没有标。市长周万安也下令，即日起启动市民买的猪肉标示查核专案，每个月查核至少300件，比对业者来源的单据，个别是毋是甲现场标示相款。年底进前至少查核1000件，查核内容包含稽查现场，且业者甲来源单据，抑个来源的商品、关系外包装这些资料提出来，比对现场肉品个别是毋是来正确。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先前高雄有一个20多岁查甫人注 AZ 的新冠疫苗了后，就出现血小板降低问题，合并重度身心障碍。即卖审计小组决定要予伊上济救济金300万。再来是联合报，去年全国大众交通工具市占率仅若14.3%，因为去年新的汽机车辆排数是超过116万台。学者认为，中央甲地方开这么侪钱来推动公共运输，所以也是足侪人选择私人车，应该重新来检讨。落尾是中国时报，全台湾24座焚化厂这几档陆续咧整改，真侪县市拢只好先甲粪扫包起来，已经囤超过166万吨的废弃物，但要烧掉。其中台南市囤要到30万吨的粪扫，恐惊要20天才烧了。
昨伫咧总统府头前有举办双十大典的午宴，包括建中甲机联队、三军二队，也有来自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校的吹奏乐部，也就是翡翠技师，拢去参加，吸引不少民众大兴去看精彩表演。音乐声响边的旗手对音乐节奏展现柔软的肢体动作。双十国庆义演下晡初七举行，由建国中学甲二联队大胜出场，吸引众人的眼光。完美合唱点击卡，国防部三军二队整齐的庆发动作，配合精准的行为，摆出双十队形一系列的庆发操演，让民众看甲目睭袂转人。因为我以前是海军仪队，所以带小朋友来看。今年还是主要来想要看我们的仪队表演。好看，那个鼓很好听。第一次看。对，然后想说认识一下台湾国庆的，大概12点多，我停在旁边走过来。两台乌鹰直升机前后后围吊大北国旗的CH-4怪 SD 次两克运输直升机通过总统府的天顶，不少民众拢摕手机出来记录影像。国庆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华建群致辞时阵，也对所有幕前幕后辛苦的友伴表示感谢。欢乐的音乐带动现场的气氛，哪行哪变化的队形真精彩。因是有翡翠技术称好的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吹奏乐部，伫去年感觉是恶魔伫双十国庆，互大家真欣赏了后，翡翠技术也要伫今年双十演出。同款会真好看，也有纯金之声的 UCLA 中雄行进乐队，整个学校梦幻演出，互民众会当真近好好看一下。记者综合报道。日控制数的总统选战，国民党和民众党到底敢要合作？侯友宜是讲伊要制定详细办法，不过柯文哲是继续咧坚持要比民调。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去参加苏贞昌的新册发表会，展现团结的气势。郭台铭是宣布伊的人数超过30万分，而且佮讲，若是人数超过100万分，就要成立基金会捐1亿。来台中拜票选前最后100天，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落南走行程。最近南北合持续地讲，柯文哲提出比民调，侯友宜初七以3点声明表示，民调不是唯一的方法，南北合必须要有标准做法。其实蓝白合不应该搞成联合，应该是志同道合。很多事情在政党政治蓝白合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标准的作业程序。那我的 SOP 就是以民意为基础嘛。既然民主政治是以民意为依归嘛，哈，那当然就是用在现阶段呢，不是正式投票之前，你知道哈，那当然就是以民调为标准嘛。对侯友宜话讲要有标准做法，柯文哲佫讲以民意为主，伊认为联合政府是台湾未来模式，这是政党中会当讨论的。南北合也佫有通讲。不过，官校两个人是做伙谴责赖清德，认为进前大学生问民进党贪腐问题，说互人找因的爹地，这真不应该。有一些网络上的人啊，对这位女同学给予攻击，那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我是希望能够借那个机会给他说明，并没有去否定他的提问，也没有想要去为民进党做什么样的捍卫。赖清德出席苏贞昌护国4年新册发表会讲，守护国家无分朝野，拢有责任，也特别为学生囡仔事件表示，希望社会会当看到民进党内大部分的人拢是真守法的。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人数已经超过30万人。国家就要咱2300万人，用4年好日子改变台湾的时机。郭台铭竞选办公室初七表示，要成立郭爸爸希望基金，只要每增加10万人人数，郭台铭就捐1000万，超过100万份经费，就会超过1亿来帮助社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下5000粒火箭攻击以色列，以色列这边嘛展开反击。根据哈马斯的卫生部门表示，当地已经超过200个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因为以色列的军方嘛表示，目前以色列的境内有22个地点爆发冲突。总统纳坦雅胡嘛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以色列当地时间初7透早，天才拄光无偌久，真侪火箭对南边的加沙、对以色列中部甲南部各城市飞过去。原本安静的社区，一时互真尖声的防空警报声惊精神。对中部的雷赫沃特到南部的斯德洛特、亚斯基伦，拢伫火箭攻击范围内。正伫巡逻的以色列警察正协助惊吓民众，赶紧避伫建筑物的壁边。甲以往哈马斯发动攻击无同的是，即摆毋但火箭数量大大增加，范围对以色列瓦郡加沙南部、到瓦郡耶路撒冷的中部，拢传出遭到火箭攻击，而且要以色列民众翕到南部海边甲陆地边界有真侪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走入来。由以色列军队伫当地无派驻重兵驻守，所以这武装分子伫光天白日之下开小型卡车进入以色列社区。四界拢传出枪声甲爆炸声音，互民众感觉是真惊吓。也是伫加沙边界地区，巴勒斯坦人所翕的画面显示，一台以色列战车互哈马斯发射武器拍到，前段驾驶座部分都会烧起来，车顶的以色列军人是毋知去倒位。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对着哈马斯联合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动的大规模突袭，国防部除了召开紧急的会议，下令成员暂避顶级，嘛要动员后备军人。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印度的东北部上大雨，山区的冰湖放起大水，冲入去附近的庄仔头，至少造成42个人死亡。另外，伫咧南半球的玻利维亚、巴西甲阿根廷是缺旱真严重，甚至连亚马逊的居民拢因为水路打起，无通去行船，无通去掠鱼。大水甲桥甲布花拢冲歹去，这是一场大水雨引发山洪爆发，甲印度东北部附近的城镇拢淹了了。实警方的官员讲，到初六已经造成42人死亡，不过要更加侪人失踪。对着家园天崩地裂，民众讲当时根本就发生爆炸。कोई तोप लाके छोड़ देता है ना यहाँ पे बम ब्लास्ट होता है ना ऐसा करके नदी का आवाज आया。当局继续撤离民众，也佫有找失踪者，讲2万多人生活受到冲击。经由卫星相片会使看到，雨放弃进前，山顶冰积湖水流正常，不过放弃了后，真侪水一直下来。学者认为甲气候变迁有关系，极端的大水雨加上气温升悬，造成冰河涌起，相关的灾难恐惊会佫较接发生。Tells us that it will be dramatic, decline in glacier area volume, more larger, lakes becoming larger and larger, and possibilities of similar glacier lake outbursts, flood events are very likely. 另外，南美洲国家是遭到严重的酷寒，巴西万多数民众原本住伫咧漂浮的厝，伫亚马逊流域生活，即阵雨拢打起，船只扩大。基本生活无得维持，有人乌深落去找着水沬，有清水才有法度来洗汤加煮饭，也毋过无水就无鱼通掠，船也无法度过，拢掉伫内底。praticamente isolado mesmo aqui, sem sair, sem entrar。可花要阿根廷政府厂是叫苦连天，欠水雨大豆拢打死去，70年来上界严重的可花造成产量减少一半，有6成的工厂空伫遐。阿那玻利维亚300多人集合伫山顶祈求落雨，尽管的城市拉巴斯因为落雨量真少，造成供水出现问题。若是佫无落雨，大约220万的民众到明年2月会无水通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看嘉义市7月中咧绕境的时阵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8个人受伤。原底掠准讲是温度上悬，造成这个塑胶袋啊变开。不过，警察调查发现到有乌色火药的反应。经过3个月，队查掠到一个嫌犯，而且伫因兜嘛有抄到化学物品甲枪。爆炸声了后，现场如苍苍。7月15日，嘉义市一场万人示警活动发生爆炸事故，致使200人轻重伤，上少岁受伤的人敢若2岁。经过将近3个月追查，检警锁定一个姓赵嫌犯，切拉上门搜查躯体。派员到场采证之后，认为有人为涉案之情形。本来想讲是塑胶袋高温起爆造成的意外事故，不过经过调查搜证，警方发现证物顶悬有硝酸钾，也就是乌色火药的反应。警方认为案件无单纯，组成专案小组调查。有当若看伊来吼，伊来拢门开了，落去哩。
啊入面门就关了。细厝的铁门扭来，门边打断水通知，厝边讲平常时真罕咧甲人来往，敢若知影伊甲厝主有纠纷。即摆听到伊可能是爆炸案的嫌犯，拢真意外。啊，毋过着嫌毋若是爆炸案的嫌疑人，佫伫厝内敲出真侪化学物品，甲当枪这枪械。被告涉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制造爆裂物、刑法公共危险、杀人未遂等犯罪嫌疑重大，系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检方认为伊罪嫌重大，有逃亡消灭证据的顾虑，精神了后向家己地检署申请羁押核准，后续会进一步调查伊作案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查某人去望高寮看夜景，不过因为对地图无解释，无细致就安尼跋落去山脚，好佳在有赶紧互消防员找到，平安甲救起来。1、2、3。消防搜救人员用绳仔固定，将受伤的查某人为边坡救起来。7号半暝12点外，台中警方接到查某人的电话，讲伊伫咧望高寮看夜景，煞无细致为关景平台下落边坡。该女子表示，不慎从大肚区往高寮景观平台跌落山下，本所随即派遣警力前往回报位置，与警消人员会合，协助救援。相对甲警方赶到现场找人，原本拢找袂到。警方后来甲查某人继续通电话，从尾借有声音来定位，终于发现伊摔落差不多10公尺的边坡，需要利用周边的树仔、架绳仔，由消防员降落，半暝3点外，甲人救起来。脖子会不会痛 ？OK。确定哦。就是酸痛而已。酸痛就是有问题啊。撞到的关系啦，小心滑下去。你是靠太近是不是？查某人被救起来了后，骹手拢有明显的刺伤，不过伊无去病院。伊表示有啉一寡酒，加上无熟悉地形，才会无细致摔落边坡。警方表示，受伤的查某人6号下晡就甲朋友到望高寮看日头落山，但是突然失踪。暗时10点外，接到查某人厝里人报案要找人，但是警方敲电话拢无人接。加在伊上尾有家己回电话给警方，互警消顺利救到人。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咱台湾研发10档家己做的头一粒气象卫星，本地昨早起要伫咧南美洲的圭亚那太空中心发射，不过信号是常常出现问题，所以宣布得要取消。3、2、1。So it seems there has been a red. 原本拜6早起9点36分要升空的台湾第一个家己做的气象卫星，在最后的阶段发生故障信号，只好宣布延期，互现场的人拢感觉有淡薄仔失望。太空中心主任指出，目前等对方先查明原因了，会搁再通知发射的时间。可能是发射场或者火箭这边，在这个 countdown 的程序就倒数程序，大概到-10就是10几秒的时候，有一些讯号异常，所以他们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先取消，然后再进一步再查明原因。来往这卫星其中有83%关键的零件，拢是台湾20间厂商参与制作，会当讲是台湾太空科学研发当中真大的进步，对台湾未来太空产业发展嘛真有帮助。好多的仪器，自制的仪器上太空。事实上，它成功运转的话呢，应该是可以让台湾的厂商的一些制作的一些仪器，可以到上面做印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太空履历。那有这个太空履历的话呢，全世界各地有需求，都会来这边找我们来帮忙做。来往这卫星主要的任务是用来补充目前气象资料中较欠缺的海面风场资讯。尤其是会当有效提升未来风台强度以及路径的预报能力。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6度至28度。中部地区25度至32度，南部地区24度至32度，中部地区25度至30度。
也有外岛地区21度至28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俊，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